係第一次嚟到 Hong Kong BU 嗰度擺市集嘅。咁我覺得咧，今次嘅市集好特別啦，因為係同咗好多呢度嘅學生交流啦。咁呢度嘅學生咧，都會問我創作呢個廢青嘅創作理念啊，同埋過程啦。咁同我之前咧喺商場擺市集係好唔同嘅，佢哋會問我點解會創作呢個公仔啊，同埋成個創作過程啊，同埋啲 product 嘅創作意念咁樣嘅。咁我覺得好新穎啦，因為我第一次喺大學度去搞市集啦，其實我真係未有呢個經驗，但係我覺得都幾 surprise， 因為原來都好多人會嚟行啦，咁所以我都幾開心可以有呢一個經驗啦。感覺咧好熱鬧，同埋最開心咧係見到有好多唔同嘅品牌啦，有啲好特別嘅嘢都出咗嚟。頭先我都有行過一輪啦，即係出邊市集未必會見到嘅嘢嘅，咁啊所以非常好。其实今天我们做了这个市集之后，其实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些产品啊，包括创作呀，然后做的过程中取到了许多不同的一些经验。经过这次的市集之后，可能让我们对自己的品牌，包括之後的創作有一個更深的一個理解。你都可以見到好多有新 idea 可以啟發你嘅 creativity 啦。對於一啲新創嘅品牌，其實真係好友善、好 friendly， 可以俾你至少一個機會去嘗試咯。俾一啲意見我啊，點樣可以有一啲更加唔同嘅 product 啦，亦都可以了解到即係而家呢個年輕一代一個市場嘅需要啊，或者佢哋有啲乜嘢嘅諗法咁樣嘅。